关键字词搜寻的话，都可以找到影片专辑。只要人家有发布那个影片有那个标题，有那个关键字词的，现在要搜寻看看以前上传的，以前在这个贴文发布的，现在找这个是荧幕录影的 capture record， 前面要加井字发布以后点按超链接。不是那个你上传的那个荧幕录影啊，中国人想的跟外国人想的不一样。那这样怎么找得到啊？要完整的，要连在一起，可能大小写也有问题，也有关系。按下去，capture record 的，要介绍那个荧幕录影的 capture 抓取 record 录影，荧幕录影的，看看有没有介绍这个那个程式是怎么下载的，找不到了。自己做的影片也没有加这个标签的话，就找不到了。